各位朋友，各位我嘅全球地緣政治經濟貨幣金融科學電視台嘅朋友，你哋好，我係 Berlin 阮冠濤。而家我係喺世界文明古國四大之一嘅古希臘，喺太陽神殿上邊為大家影緊拍緊嘢。Hello, hi. Introduce yourself. 死啦！講咗英文唔識講中文。咁啊，我係 Berlin 阮冠濤，而家喺全球地緣政治、全球大格局嘅環境裏邊睇一睇，而家喺人類文明古國。而家我介紹一下，咁而家呢度呢，就係古希臘嘅遺址太陽神殿。過兩日我會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住喺古希臘首都最名勝古蹟嘅太陽神殿下邊有個寫字樓，我去嗰度開會。咁呢，而家為大家廣播拍攝一下紀錄片，就係咩叫做世界文明古國。全世界人類最偉大一種思想哲學觀念嘅民主制度，就係喺希臘開始嘅。古希臘開始全世界第一個民主制度，亦都係比現今嘅所謂西方世界嘅民主制度，亦都係進步好多嘅。咁啊，其實美國嘅民主制度咧係扭曲咗同變種咗，因為佢唔係全民投票，佢係局部嘅有利益嘅群眾嘅投票，即係有利益、既得利益嘅單位團體嘅投票權，唔係全美國人嘅全民投票嚇。咁咧，反而咧，古希臘就已經全個國家嘅所有國民都可以投票。咁佢哋第一個發明嘅投票機器就喺古希臘發明㗎啦。咁啊，而家上面太陽神殿啦，咁啊，大家應該會好快睇到太陽神殿係點樣咁偉大。咁啊，今日個天氣好熱啊，個溫度非常之高。咁我而家喺呢度咧，唔戴太陽眼鏡都唔得，實在頂唔順。所以大家唔好見怪，唔係為咗要靚仔型仔而戴太陽眼鏡。上面就係太陽神殿。咁啊，人類嘅第一個哲學理念，好偉大嘅民主制度就係由古希臘發明誕生。咁但係而家現今嘅西方世界嘅所謂民主制度係扭曲咗，同埋選擇性嘅民主制度，包括以美國為首嘅所謂民主制度，並唔係真係古希臘嘅精神嗰種全民投票嘅民主制度。所以香港人大家要擦亮眼睛睇清楚，睇嘢要睇全圖，睇戲要睇全圖，唔好以為自己睇兩套荷里活片就叫做知美國嘅民主，知美國所謂嘅精神。聽兩隻美國嘅流行歌曲就叫做認識美國嘅文化。真正嘅人類嘅歐西文化就喺古希臘誕生，真正嘅鼻祖級如來神掌少林寺就喺古希臘。所以大家呢，學嘢要尋根究底，尋根究底，唔好喺出邊睇啲皮毛嘢就以為自己識啊！我係 Berlin 阮冠濤 ，Berlin 阮冠濤，而家現場喺古希臘為大家拍緊呢個紀錄片，陸續每日都會為大家拍。稍後片刻再見，拜拜。好熱，我飲杯水啊，或者飲杯靚咖啡。陣間再見，拜拜。睇下靚環境咧。